原來透過跳舞咧，仲可以做埋義工添嘅喎。咁今日好高興啊！請嚟咧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中國舞蹈藝術義工團一班朋友一齊同大家傾下偈嘅。其實我哋嘅中國舞蹈藝術義工團咧喺2003年嘅3月1號成立嘅。咁其實我哋成立嘅目的咧就係希望以舞蹈啦去服務社會各階層嘅人士，希望令到舞蹈咧更加普及化嘅。好，其實因為咧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係中國人嚟嘅，咁我哋都有呢個責任咧去認識到中國嘅文化嘅，咁透過中國舞蹈咧，我哋可以行動嘅去表達對中國啊嗰種民族嘅嗰種感情嘅。可以增加咗我哋同學嘅凝聚力啦，亦都令到我哋知道咧自己仲有發揮同埋改善嘅空間。當日咧只係做緊樂學咁樣參加咗義工團，自己係唔知道自己係咪中意中學舞㗎，即係老師一樣咧好認真咁樣教我哋。
送俾大家喎，好唔好啊？等陣嗌揾俾你。1、2、3、3、2、3、4、2、3，咩笑咯？哈哈哈哈哈哈！2、3、4、2、3，呢個手指咯，再快得唔得啊？快2、3、4、5、6、7、8、9、10。我们都是好朋友。